是没有唱歌的，没有配酒的歌，就唱那首《欢乐饮酒歌》。这首歌有听过吗？有。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会开始唱，我还蛮开心的，因为这首歌在超过15年前了。1996年那时候亚特兰大奥运的时候的主题曲，郭一男阿公唱的里面的一段的。那这是阿美族南部的阿美族很特别的一个歌曲哦，类似这样的歌曲其实还蛮多的，每个部落的唱法又不太一样啊。阿美族的传统歌很少取名字哦，基本上是没有取名字的，只要开头的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的歌的名字，所以有听到很，如果开头是哪鲁湾的话，哪鲁湾就变哪鲁湾情歌。纳鲁湾之歌，纳鲁湾，不好取名字啊。那后来为了方便做记录，很多学者还是人就开始帮忙这些歌取名字，然后大家方便好记，所以有这首歌有人叫《欢乐饮酒歌》，它是为了要欢聚哦，聚会的时候会唱的歌。啊，聚会我们的习惯啊，就是老人家的习惯，就是以前的朋友来啊，最高级的招待朋友的是米酒啊，因为以前因为粮食不足的时代，如果有剩下的米酿成酒，是很高级的饮料啊。但是后来因为公卖局越来越方便，现在还搭配了7-11的打折的优惠，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习性变得很泛滥的，所以大家朋友来就一定要用酒。然后
意识上面是真的是要拿酒，然后人家才会觉得说你对朋友你很有你照顾朋友的那个，你有把你的朋友应该讲，你很照顾你的朋友，所以拿你的酒来，不是只有拿可乐。对不起，我醉了。然后刚刚聊到那个带小朋友做文化的活动，其实我还第二个活动就是，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是原住民或者在一些原住民的社区里面工作的，就我常常带他们去别的部落，只要有年轻人的组织，哪怕是政府的，或是教会的，或是舞团，所以反正因为我去过很多部落的年轻人组织。都兰算是运气好的哦，我们的组织年龄阶层还很完整，然后可是这个年龄阶层不被政府承认，他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这样讲很怪，对，然后所以很多在从事青少年文化教育的状态的那每个部落的状态都不太一样，但通常都会有一个很有心的人，不管他是老师。或者是他是社福人员，或者是公家机关的什么人呢？那个地方就会有有的是教会的牧师呢，什么所谓的文化成长班像我去新园啊，还有哪一个部落？我记得有几个部落是文化成长班，比较特别的是去那个崇德太鲁阁的，他们的青年是依附在饭店的舞团里面，应用饭店，其实他们自立自强哦，我觉得我还蛮佩服的。虽然是为了去饭店跳舞，但是跳舞的那些零用金，他们是拿来做一些文化活动的。就好比我现在带小朋友，就是我都是我自己演唱会的钱去来带他们，所以那个循环就不会被很多事情牵绊，尤其是公部门的。他也有一些是依附在学校，那个比较辛苦。像我去瑞园国中，他们就依附在学校，他们20年没有巴嘎隆爱了。巴嘎隆爱是阿美族很重要的一个年龄层哦，就是男生要聚在一起，像同班同学，一起承受苦，一起享受欢乐，这群兄弟们就会有那个凝聚力阿美族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这一群人一起长大，是一辈子的年龄阶层组织，所以我们不用买保险因为我就是你的保险，你就是我的保险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所以以前是这样在维系一个社会的那个怎么安定。我觉得老人家的智慧还真的很厉害现在可能大家就觉得很不安定，所以大家就去买保险所以你要相信你的朋友如果你朋友很够义气的话，像阿美族像这样年龄组织，我们一起承受所有的苦，一起享受所有的快乐，就很棒。知道了，但是因为我的阶级都觉得我很奇怪，顺便唱歌那么难听，怎么可以当歌手？我很认真啊，拜托，我还在唱日文歌耶，你不相信？我自己写的啦。你很棒哎，你刚好 Q 到我想要唱这首。我的歌被你用去了。这几年很开心认识一个朋友叫优卡，新木优香，然后他觉得台湾原住民很特别，所以其实在他的书他是一个很爱台湾的一个日本人然后他在台湾接触他其实蛮常来台南的，他还觉得台南很特别，在台湾里面，他很多台湾很多不管习性还是食物，都是从台南这边发展出去，发扬光大。他也帮我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 Solo， 我作曲，然后他作词。MV 上礼拜也不早了才刚刚放上去，有这首歌的 MV， 日文的。现场有没有日本朋友？很害怕的，经过刚上半场这样。ここに来た頃の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
夜にかける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そろとどこでもなくそこでもなくあるだけの時と自分先の空景色は一人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一つ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こんばんは私は庶民ですね僕は台湾の原住民の阿美族よろしく请多多指教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然な気持ち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と迷いもなく守り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の希望離れた高い空託した夢ここで始まるその強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風の行くで透ける雲離れた人今を感じてずっと刻む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有没有很强？有。完全没有3D 口音的日文哦。哎，听得懂日文吗？有吗？哎，我很认真在练习我的发音的，不要这样好不好？我都靠这首了，都号称我是台湾的平井坚的。去日本打拼。我讲到这个才刺激了，因为上个月，上个月，然后去日本的时候，刚碰到钓鱼台的事件呢，还蛮妙的。我觉得日本人应该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因为前一年他们核灾地震的时候，台湾是全世界捐最多钱给日本人的，然后隔一年竟然发生钓鱼台的事件，他们现在对我们应该是感情非常纠葛吧。可是我这次去啊，真的很感谢日本的朋友，然后我也很感谢那些在帮我就是推广台湾的那些日本朋友，3场每一场都爆满，对啊，好夸张，让我都吓一跳。然后他们知道我会唱原住民的歌，还特别不知道他们哪招的，我会背起来那个华海洋好一样，还好华海洋好一样还比较好背，
虽然都很像那样，他们唱不标准我也没关系，我没有跟他们计较。但是我日文唱不标准，我就觉得好像很恐怖这样。怎么讲到这里来了？有一首歌我很喜欢，我的兄弟们一起长大的一些同学也是朋友，拉千禧。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很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千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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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呀，嗨哟，嘿呀，哎哟，嘿呀，嘿呀，那一眼我嗨哟，嘿呀，哎哟，嘿呀，嘿呀呀。哎呦嘿呀，嘿呀，那一眼我哎呦嘿呀，哎呦嘿呀，拉铁粉，我有很支持我的拉铁粉，拉铁粉。拉千禧，拉铁粉，嘿呀呀，哎呦嘿呀，哎呦嘿呀，嘿呀。我哎呦嘿呀，哎呦嘿呀，嘿呀，那一眼我哎呦嘿呀，哎呦嘿呀，哎呦嘿呀。哎呦。